咁今日嚟到北架3到1號呢度呢，就係想為大家介紹一個呢長實發展商嘅北架山1號。而呢個地方呢，如果你係想揾緊一個名校房，想揾緊一個4房1套房，然後附近仲要係有一個大型配套設施嘅商場入一城嘅話呢，咁大家一定係會揀呢度啦。咁呢度亦都係一啲富家子弟啦，佢哋如果係想考進名校網、4仔北校網呢，其實都會首選呢個屋苑嘅。咁我今日為大家介紹嘅咧就係1499尺一個4房1套房連工人套房嘅一個單位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咁我哋即刻去片俾大家睇睇。咁呢個單位咧係位於北架山1號17座低層 A 室一個4房1套房連工人套房嘅單位。咁一入到去客飯廳咧，你會發覺佢係一個環廳設計嘅一個大面積嘅一個巨廳。而整個客飯廳側邊嘅玻璃咧，係會採用咗一個全落地玻璃嘅設計，盡顯咗豪宅嘅氣派。露台景觀最主要向翻南邊望翻屋苑裏面嘅內園景觀。咁首先我哋望咗廚房先，廚房咧位於廳嘅中間，左手邊咧會有一列嘅收納空間嘅櫃啦。咁入到去個廚房咧，首先見到有一個雙門嘅雪櫃啦。廚房亦都係用明火煮食。由於廚房嘅空間咁大呢，就算多人一齊喺度煮食呢，亦都冇問題嘅。真係啱晒一啲3、5知己、朋友眾多嘅家庭一齊喺度開 party 啊！空間咁大，當然唔少得可以擺一個洗衣機同埋乾衣機啦。就算落雨嘅天氣呢，都冇有怕。咁呢度係一個工人嘅套房，同埋佢嘅洗手間係一個光廁嚟嘅。咁頭先剛才見到一對啡色嘅門呢，其實佢後面就係擺放好多冷氣機頭嘅一個工作平台。其實當年長江開呢隻職呢，簡直係職王嚟嘅。你會發覺成間屋呢，可以用盡好多空間，好少走廊位。望翻出去露台呢，大家要注意下呢，呢個方向係向正南同埋東南偏南嘅。其實千金難買向南樓呢，呢啲方位呢，其實真係好少有。咁我哋轉彎入嚟呢，首先我哋望咗個客廁先。客廁嘅用料咧，光潔如新，買家係唔需要再揼錢去做裝修嘅。以往最怕咧就係有啲間隔係廁所對廚房，又唔合衛生，亦都容易招惹一啲腸胃嘅不舒服。如果有啲人信風水咧，就好忌呢一個嘅間隔。咁但係呢度咧就唔會有嘅。好，咁我哋入到嚟主人套房嘅部分啦。咁主人套房你見到有個好大嘅浴缸啦，亦都有個企缸啦。可以俾你任君選擇。如果有啲老人家嘅話呢，咁啊適宜用一個企缸啦，就唔會怕跣親啦。咁右手邊係個嘅主人房啦，可以3邊落床都得嘅，亦都做咗一個上到頂嘅衣櫃。咁啊用盡咗個空間。主人房嘅窗呢，亦都係向南嘅方位。咁夏天嘅時候呢，就好通爽嘅。咁由於佢位於第17座啦，你會見到佢個地勢呢係比較高上一等嘅，所以變咗俯瞰翻成個內園景嘅時候呢，就會去好靚啦。私隱度亦都會比較高。咁可能你會話啦，哇，住到去第17座會唔會行餐死啊？放心，樓下呢，佢會有一個嘅村巴呢，就會喺樓下有個站頭嘅。咁過翻嚟17座呢，亦都係好方便嘅。好，咁我哋望埋隔離房先。咁呢個單位你會發覺呢，全部間隔都係四正正啦，4平8穩啦，一條小走廊通向3間房，咁啊會慳翻好多走廊位。咁最主要望翻呢下面地下嘅花園單位嘅佈局啦，咁啊望翻錦鯉魚池啊，人哋個花園綠化地方啦，咁啊係非常之寧靜啊。其實突然發覺咗呢個單位呢係好特別嘅。以往主人套房呢係擺喺一個走廊嘅盡頭嘅。但係今次走廊嘅開始咧，就已經做咗個主人套房，令到個長輩咧係可以去洗手間啦、煮嘢食啦、去露台吸收新鮮嘅空氣啦、翻工咧亦都係最方便最快捷嘅。所以呢一隻嘅間隔咧係好 amazing 嘅，好反傳統嘅。咁當然咧，發展商嘅用意咧係希望主人房咧能夠享受得到一個更靚嘅景觀，而特登咁樣設計嘅。咁亦都有啲客人呢，為咗小朋友嘅健康着想呢，就會揀一啲空氣質素高啲嘅屋苑啦。由於北架山1號呢，佢係依山而建啦，亦都上咗去
山上面啦，咁變咗咧佢嗰個嘅空氣質素亦都比較好啦。如果有啲小朋友有氣管敏感嘅話咧，其實住喺筆架山1號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適合嘅。所以你又可以享受到山明水秀嘅景色啦，亦都係步行10分鐘就能夠落到去九龍塘嘅火車站啦。其實呢個位置真係正中大旺，我自己本人呢就好中意筆架山1號嘅。如果大家想睇樓嘅話呢，咁啊記得揾我啦。另外佢嘅會所設施亦都係非常之豐富啦，有桑拿浴室啦、桌球室啦、電影院啦、健身室啦、音樂室啦、室內泳池啦，同埋宴會廳。另外筆架山呢位於傳統豪宅地段啦，屬於名校網41校網，環境清靜。交通方面有專車往返港鐵九龍塘站，巴士小巴便利，亦都可以往返市區同埋內地。另外筆架山1號鄰近又一城商場，商場內有多間嘅大型連鎖店，日常嘅吃喝玩樂不假外求，有大家樂、大快活、敏華冰室、沙爹王、吉野家、茶木、譚仔三哥、冒險樂園、玩具反斗城、大型溜冰場，頂多仲有一個嘅 food court， 多國嘅美食應有盡有，一定能夠滿足到你嘅食慾。如果大家都揾開九龍塘同何文田嘅豪宅，咁歡迎大家揾我 Gary。咁今集就係咁多啦，歡迎收睇，拜拜。